推動屯門元朗嘅園區就業一直係阿鼎喺立法會長期推進嘅工作。喺2023年我就發表咗屯門西龍鼓灘發展倡議書，裡面重點提及園區就業。我哋已經見到有啲成果啦。將來我哋咧將屯門西打造成為綠色航運中心，因為綠氫就係將來全球主要嘅綠色航運燃料，呢個亦都係我哋國家嘅國策。將來屯門可以幫嗰啲船咧做綠氫嘅加注 bunkering 啦，做綠氫嘅檢測認證，或者做綠氫嘅相關研發，甚至係出口買賣大宗商品交易。呢個係一個龐大嘅產業鏈，可以創造大量嘅園區就業機會，幫助屯門元朗嘅居民。阿鼎一定為大家努力推進，多謝。屯門元朗嘅醫療問題，除咗屯門診所嘅重建需要推進之外，阿鼎認為私家醫療配套都要進場，有助分流。我哋會繼續推進爭取喺新界西北設置私家醫院。我哋都會爭取而家喺北都嘅第3間醫學院，唔單止要有教學，更加要有門診治療，去幫助更多周邊嘅市民。除此之外，公立醫院嘅收費上調咗之後，的確對一啲人士、對一啲長者構成咗負擔。而家75歲以上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嘅老人家先至能夠豁免收費。我哋會爭取擴大豁免嘅範圍，幫助更多有需要嘅人士同埋長者。我哋會繼續努力推進。多謝。我係1號民建聯周浩鼎，我爭取連任。我哋民建聯團隊工作有實績，懇請大家集中票源投1號民建聯周浩鼎。多謝。